大家好啦，咁首先感激大會啦，對香港電訊喺呢個活動嘅資訊科技服務嘅肯定啦。香港政府係積極推動緊城市經濟，咁其實已經喺上半年咧有超過100個城市經濟活動喺香港舉行。我哋覺得穩定優質嘅資訊科技咧係每個成功活動嘅核心支柱嚟嘅。憑住穩定嘅無線同埋有線嘅網絡連接，帶動超高清嘅直播、AR、VR 嘅沉浸式體驗，以及電子支付同埋互動嘅體驗啦等等啦，咁呢啲咧都係凡此種種都係每個締造精彩活動時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香港電訊咧憑藉住多年咧喺唔同活動嘅支援經驗咧，我哋嘅服務團隊啦等等都會知道深深明白到香港唔同嘅場所啦，亦都有唔同嘅種類嘅活動，佢哋嘅獨特嘅需求。我哋希望可以咧同唔同嘅企業可以把握住城市經濟嘅無限商機，同佢哋一齊合作，去提供優質嘅資訊科技服務俾佢哋嘅。多謝大家。